依然之声，少年人的悬疑广播电台。1990年代，台湾连续出现几件震惊全国的大案件，亲像尹清芳、彭婉如、白晓岩等等。不过上界恐怖，而且也未找到凶手的，应该就是1996年桃园县长刘邦友8人呢伫厝内叫人枪杀，一个人重伤的迄案。这个案件要用费用主题伊的角度来看，会较清楚。因为主题应该是头一个看到凶杀现场，通知刘邦友因某彭玉英报警的人。案发的时阵，彭玉英咧楼顶拜佛，使用人刘如梅甲朱棣咧走骹无闲。桃园县政府这个机要秘书施春国来找刘邦友，要开这个早顿汇报。听讲这是见刘邦友上好的时机，刘邦友嘛会甲上重要的人招斗阵做伙开会。不过朱棣讲，差不多8点过后，伊就听到警卫室内底有人咧冤家。刘邦友的查某囝刘燕辉，伊出门的时阵，拄好看到这个县议员郑文昌甲曾顺兴，嘛来找因老爸要开会。这个刘燕辉呢离开无偌久，警卫室就传来枪声。朱棣对窗仔门偷偷甲看到一个穿雨帽的青云人行出大门。后壁呢第二个人敢若嘛是穿雨帽，佮赶一脚底两个人就安尼雄雄公公离开。就共这个时阵呢，共这个时间，朱棣赶紧来去警卫室，伊对内底安尼偷偷甲你相钱干尔尔，就看到内底死甲足侪人，规间拢是火。朱棣就紧甲彭玉英报告，彭玉英敲电话予县政府县长室，因就派人来看。结果差不多无到2平的警卫室，总共有9个人咧内底去用枪杀，而且目睭甲喙拢去用铁布打起来。死者刘邦友中2枪，一枪伫后斗壳，一枪伫大腿。警卫刘明吉甲刘邦良中2枪，刘邦友的这8兄弟刘邦明嘛中2枪，而且这拢是为头壳甲弹。会使讲，这个凶手的手段非常的粗残。机要秘书施春国，卫生局的技师张桃梅，佮有使用人刘如梅，因拢是着一枪就来死。议员曾顺兴佮郑文昌嘛是着一枪，不过郑文昌大难不死，去予病院救倒转来。迄天是这个曾顺兴赛车载这个郑文昌。甲伊的秘书牛美娇要来找刘邦友，牛美娇伫咧曾顺兴车顶等因开会。案发无偌久，迄个匪徒拄好就甲这个车门拍开，野枪逼这个牛美娇赛车赶紧离开现场。牛美娇虽然是足惊吓，不过伊阁有一寡礼仪，所以迄当阵2个凶手讲的话，阁因的声音，伊拢会记。牛美娇是讲，你创啥？卖叮当，无一枪甲你拍死。伊敢有看到咱的面？无啦，老三，你看来枪只剩偌济，顺线甲体部甲面搭摕出来。体部我袂记你查呢。干你到底是？伊敢有机会看到咱的面啊？无啦，应该无。你确定？对啦。若是有看到到山顶甲拍死。干你娘嘞！县长做甲遮嚣摆，毋是一枪就甲好起来。我真正无看，我啥物拢毋知啦。我出来还有囡仔啦，拜托了，莫甲我杀啦！你点驶车啦？车驶来到虎头山的时阵，坐咧后壁迄就讲，阮拢捌你哦，知影你带刀哦。你若甲报警甲伊规家伙拢抬了了。你莫落车，要用行的，莫翻头，着行1点钟，你若翻头就甲你拍死。加在这2个匪徒讲话算话，真正是放这个牛美娇离开。警察有牛美娇的证词，
就开始安尼全县肃查，2500个警察拢咧找这个曾顺兴的轿车，结果啊，因早就弃车逃走啊。刑事局监视组伫虎头山找到这个空车，啊，车顶吼，佫找到一寡可疑的指模，佫有一支手机啊。毋过啊，迄个手机啊信号啦，还佫指模，敢若讲有过处理过，其实拢找无讲线索到底伫倒，凶手到底是谁？会使讲这两名凶手拢是有备而来，因留落来物件吼，查到一半就断线。啊，警察到呾吼，也无法度确定到底是啥物缘故，啊，佫是啥物人吼来买凶手，要来杀这个馆长。因为馆长老朋友吼是一个足有问题的人物，亲像这个汤圆粪扫的问题、焚化炉的问题，啊，伊佫吼暗砍这个中立农会吼贷款的问题，甚至吼佫有伫咧北德迄边吼土地叫人侵占，啊，检察官吼甲起诉。讲吼求刑7年的代志，啊，足侪代志安尼砍做伙，啊，牵涉着足侪人，到底是倒一层害伊来无性命，真正是无人知影。啊，在2016年11月20号，这老朋友的迄案吼追诉权的时效20年就已经满期啊。不过呢，2018年的时阵，行政院通过这个刑法的这个条文修正，讲啊，若是犯下相当的本刑是死刑啦、无期徒刑，或者是10年以上啊，这个人为致死的命案呢，就要来取消这个追诉期的规定。啊，就是讲，即马若是有任何新的线索，这老朋友的命案呢，随时拢会使来重启调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又见面咯。咱是疑案之声少年人的疑案广告电台。这个节目呢是受到文化部的补助，做一个台语主流化、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一个补助一个 case 就对。啊，今仔日咧要讲这个案呢，有淡薄仔较震动啦，因为这是台湾这个。应该是咱历史上头一站去发生着馆长去互人枪杀的命案。1990年代发生伫桃园的老朋友的命案。啊，若是前一集你有听我咧讲过的时阵，应该已经知影讲这个案情啊，详细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啊，啊死几个人啊，啥有诶无诶。即马即集呢，咱就要请一个。甲这个枪杀的记忆呢，是愈来愈活，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界线的。咱的这个来宾呢，就是陈柏惟啊。敬爱迄个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讲你拄则安尼介绍了吼，我若以后搁做立委，我一定即阵文化部钱卖我袂开。什么叫做愈来愈近？都乌白讲话。哦，逐工看你咧上电视，我拢真正是为你感觉足烦恼、足担心的。你拢袂感觉吗？袂啦，哪会啊？咱讲的是有诶物件，毋是无诶嘛。啊，老朋友伊嘛是做有诶代志啊，毋是做。你做啥物代志？我毋知，我毋知。就是你咧看啦，你咧看咧政治诶事件内底，老朋友即个案件是毋是一个？咱即摆看当然，伊无破案嘛，伊是一个悬案嘛。啊，但是你咧看的时阵，你敢有觉察着讲，凶手应该差不多就是无面诶人安尼。无你若问我一定讲国民党诶。啊，咱足简单啊，现处是台面上所有诶政党，敢若敢若国民党捌台人尔。所以你若问我，以纪律来讲、逻辑来讲啊、科学来讲的，应该是国民党。但是我感觉吼，当然，我个人有正当的立场啦。你若以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吼，我感觉这是一种社会氛围啦。就是讲，你若感觉讲台人足严重，你袂台人嘛？对。啊，如果你若感觉讲台人足轻巧，啊，阮阿叔阿伯拢咧做，啊，你著上煞顺手的代志尔。啊，台湾伫老朋友或者是平冤如的迄个命案，就打戒严结束嘛。对。啊，戒严送戒严的，啊嘛是国民党啊。所以你对我来讲，你若问我，我就感觉一定著因迄挂啊。所以有可能是乌食乌
我毋知影啦，毋是啦，这吼，因为你是毋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界线？我感觉你比我较危险的。你若放弃社会，可能无几个人知影。我放弃新闻，我来做半工3点钟啊。但开玩笑啦，但是吼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为命案这个物件，其实伫这几年已经愈来，我感觉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，咱反省的速度算足紧的。系啊，所以你即摆若搁发生这种代志的话，我感觉其就袂。无遐尼好做啊！对啊，你讲老朋友乌食乌，我哪会知影伊迄阵发生啥物代志？前一阵啊，民进党毋是嘛有一个嘛是伫下港嘛是有一个迄个台南嘛？哎呀，有人开枪诶，有啦，对啊，啊，迄是安怎？迄我哪知是安怎？你真是当做我刑事诶咧问你啊？系啊，想讲你应该拢差不多知影有一个大概啊。迄件我毋知啦，但是迄件是毋是现任议员的爸爸？嘿，对啊，对，啊对，应该甲伊可能经手的案件有关系啊。哦，因为就是探究你对我讲，即摆吼咧网络顶头有就人讲啊，较早治安较好啦，啊有诶无？你咧看鬼，看鬼，迄种诶拢看鬼。即摆就开始，即摆又搁开始呢。迄我讲，你安尼讲，迄老朋友半暝半拢会去找迄个人，讲治安较好啊，无我会死假。我半暝半拢走去，讲无哦，迄较早无较好哦，哈咯。较早你有印象？咱细汉的时阵有一个叫陈振兴的无？三个人，陈振兴、高天明，搁一个林啥货，我袂记哩啊。林春生，无可能林海尼根。哦，林春生啊，林春生嘿咧。啊，迄阵大家小巷咧报，伊咧偌山呢？伊咧一开始是命案是白冰冰因祖囝嘛，对，叫白小燕嘛。结果沿路杀、沿路抢，搁沿路，阮甲讲较粗鲁的叫沿路强。安尼一直弄到最后，伊最后。出来的地点是对，是南非武官。迄个时阵，咱含南非还阁有邦交呢。总走去大使馆内底，去别人的迄个祖囝做临职。迄毋则叫治安歹。好笑啊！迄个时阵哦，我会记你8-9工的时间吧，逐工新闻拍开，全国拢咧看。迄高天明伊咧秘的时阵，伊拄好秘伫咧石牌啊迄边有无？迄当阵阮着带共一条街。啊，阮着。真正是看到新闻咧报的时阵，新闻就影着阮兜迄条巷啊，关门串户呢，真正惊甲。对啊，有够恐怖啊！尾仔阮兜就听有迄个砰砰声呢。台北市呢？对啦，光头白你听到砰砰声。一个国家有文明无吼，就是性命有值钱无。包括人命，包括动物的性命。所以当性命愈值钱吼，咱愈袂得性命愈宝贵。啊，咱要下手的时阵，就知影轻重啊。啊，性命无值钱的时阵吼，叫普通话一句话叫啥物？我个如蝼蚁草芥安尼啦。所以较会发生即种重刑案啊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听众朋友啊，有看迄个网站的咱的文的迄个朋友，拢会想讲。啊，老朋友即个命案，咱咧写的时阵，咱用的资料啊，感觉是新闻啊好啦，哦，甲有尾啊，迄个因为嘛是有判决嘛，啊判决书啊，也毋过找无犯人啊，都无迄个对象。有个人是想讲，即款案咧发生迄个年代的时阵，即个资料，咱普通人要去找，敢好找？普通人一定歹找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其实吼。政治是一种专业啦，当然有个人讲理念，有个人讲政策，啊，有个人讲坦白讲啦，要做歹代志嘛，爱专业啦。你也看最近咱一个在野党诶做歹代志，无够专业的。讲伊袂晓贪污啦，就是袂晓贪污，对啦，无够专业吧，无够专业吧。啊，所以你也看你阮老朋友命案，当然以刑事诶角度，你当然爱找着凶手是啥物人啊。啊，但是对我来讲哦，包括咱。前几档有一个网红，网络的即个 KOL，伊有若有发生着开枪的案件。对。有诶时阵，你找凶手，甲你要知影你的对手是啥物人，是完全无共款的路线。就是讲，有可能同灭甲我开枪，但是我得失的毋是同灭即个人嘛。所以老朋友，咱咧看结构性的问题是，伊伫在地，伊是安怎款的施政，或者是安怎款的做人做代志，去得失着啥物人。政治上，咱咧看的角度是安尼啊。系啊，啊，你若讲凶手是啥物人啊？凶手老三甲哥哥啊，甲无迄个报纸拢有写。啊，问题老三甲哥哥会像啊，因甲老朋友敢有直接的关系？其实迄嘛
无一定啊。你意思就是你找着凶手，你嘛毋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这个社会要反省，你嘛毋知要怎反省啊。就是咧看咱网络的时阵，咱的迄个网站顶头其实有写着讲新闻迄当阵咧报的时阵，就因两个人就是甲迄个车甲砸起来嘛，歹人就讲啊，有看到我无？啊，若是有看到，要甲结果单调安尼有诶无？你就讲这两个人敢若无讲介专业，这两个人敢若是，嘿啊，你是。你即摆我无，我是做专业台人。你问我是要希望我回答啥物物件？我感觉伊枪击咧压的时阵吼，袂当我收紧，啊无迄血液会抓出来。我都毋是正常诶。对啊，你主持人有若无啥正常咧？你咧看是敢袂感觉？无，我是讲，因为阮毋是我无正常，是咱的读者拢无正常，咱的观众，咱的听众拢无啥正常，对，无正常的，你若煮菜，若食饭，若唱歌，免得咱听就好，免伤认真，安尼啊，对，就是大家都会想讲啊，去看迄个新闻咧报的即个报法，讲你杀人的人，你要走路的人，你哪会讲去面部啊，甲砸起来，佮惊叫人看到啊？技巧的所在足济啦，第一，这应该是有准备的啦，因为伊假使拢有扎好嘛，吼，铁布也有扎啊。要安怎走路的路线，佮兼咧走的时阵，佮压一个议员上虎头山，吼，啊，所以表示讲，这第一，这有准备啦，啊，第二，伊我毋知伊迄是安怎用的吼，就是讲伊可能本来要清杀市长，啊，结果伊迄是市长啊，县长啦，吼，结果入面讲奇怪，啊，那遐侪人9个，当拍麻将2刀，佮兼一个买便当的，惊死啊，不得已专门拖去警卫室2病处决9个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可能有准备，但是。行凶的时阵介临时，然后要走路的时阵，佮兼压着，讲奇怪，车顶哪佮困一个议员，佮压上山，所以理论上啦，吼，莫讲台湾社会讲做英妙安是安那，但是1992年，你讲刑事我这办袂出来，我嘛感觉含嘛啦，但是因为伤过粗鲁伊啊，吼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其实。这有一寡吼，袂讲是安尼。我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，做一寡研究，其实这拢一直抑个会当追溯的。这毋是讲，这毋是啥物20年，啥物我搁着免查。但问题是安怎查都查无啊。内底有啥物老帮城啦，有啥物一寡啥物路边的啦，一寡啥物党的啦，其实拢做有嫌疑的，但是安怎办都办袂出来。啊，其实到遮来吼，我咧要应该是。就沉大海啊啦，对啦。好，这集呢，其实问到尾啊吼，撇位也是讲出伊的心声，伊就为这个案伊有做较详细调查啦，有个看较清的资料吼，才会当甲咱讲一个。啊！你真是安那资料是我的准备，你用免准备安尼哦。有，刚好有，系啊。哦，那后一集呢？哦，共款要请撇位啊，吼，继续来甲咱开讲。要讲啥物呢？就是要讲伊为好啦，先讲过啦，讲过，等下要讲啥？恁等下就知，拜拜。好，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，简称疑案办。单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，记录台湾大小小案件。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。